国民党伫今仔日有公布一份调查，讲有一半民众烦恼国产疫苗无法度摕到国际认证，而且因想要做的疫苗是辉瑞加莫德纳。 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？国产疫苗风波不断，国民党嘛公布6月初对国内疫情甲疫苗基地做的上新的民调，其中针对民众的注射意愿，发现大家还是较想要注国外疫苗，嘛统计前3名。目前看起来，第一个是，当然是这个辉瑞跟莫德纳哦，这是基本上都是欧美的疫苗，它是这个前段班，包括像我们的这个 AZ 疫苗。 还有嬌生疫苗都是属于这个前半端的这个比较这个后面的梯队。好，那当然呢，我们在这个统计的数字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有一些民众对我们的国产疫苗高端也是蛮有期待，然后呢，联雅是有所期待。 国民党表示，差不多有1成5的民众也是认同国产的疫苗，但是希望政府要协助厂商完成3级测试，国内嘛应该先以国外疫苗注射为主，国产做备用。另外，民调嘛有一半的民众烦恼国产疫苗会摕无国际认证，嘛有超过6成的民众是认为应该要和地方政府还是民间企业出面采购疫苗。只要现在民间任何企业。 就是有办法去拿到这个安全而且经过国际认证的疫苗，你都应该要大开国门。民调嘛针对民众是毋是赞成全民体检等等来做调查，有6成5的人士是认同爱全民体检找出黑数。对在野党的民调公布，民进党发言人周江杰是表示，这份调查哪会无纳入中国籍疫苗，希望因莫阁做相关的攻击。 尊重科学的数据。记者陈亚文、刘水采访报道。